喂，識搭俾條了啦，搭俾條係啊，超條啊去，咩臭啊？你看啲咪識超條去，朋友家識超條你看，咪超條炒豬肉，炒咩啊？炒蝦米豬肉、辣椒子，試下先，嘗試落去。你話？冇。喂，識超條喎。安條冇識啊，識啊。炒超條先。分佈嘅一唔一樣？一都錯咗咯，一定啱。好，分佈嘅點解一樣嘅？例如呢個，例如我都係數1至50，佢真係1同49嚟嘅。咁我49加。喂。呢個加9加50嘅咯。你啱好翻薄嘅。唔係識超條去。呢件你個買搭俾條啊，炒豬肉炒配豬肉係，炒配豬肉啊，唔係歐辣椒去炒，蝦米炒超條。有咩啊？而家佢問你呢兩個方差有冇分別？即係問你佢兩個有冇貧富懸殊分別？一樣咁勁喎。1到50，阿哥落去飲茶啦。51到39。唔見。所以呢個應該等住喎。这个视频，我才真正相信以前的电影里绝对有这么一幕。不要笑，这场婚姻。surat peringatan kan bocor了tinggal di Hong Kong di Usah. Jadi hari ini juga lapor Hong Kong polisi di lah用返理解啦。jadi di Usah 出事呢基本由下Usah。jadi hari kamu呢合作啊。幾快啊你嗰邊簽住個飛啊。歡迎個人嘅就份咯，唔驚我啊！公司講我要爸爸聲落閘我啊！嗰人唔多人啊，我唔講啊，最冇4人定2人啊，而家。
中了，所以佢上幫落了緊，落了案件出嚟係緊，個 polisi 跟住講了冇分制用分呢，因為佢要講 polisi 落去啊，要講咧呢家家未驚 polisi 講個 polisi 叫咧環境咧嘛，衝我哋過去啊，咁我哋去張份電打，張份嚟講咩咁打我用係㗎知道。Sama ya surat peringatan kan bocil ya tinggal di Jongkong di Jauh jadi alihnya juga lapor Jongkong polisi di lah Jongkong di sana lah jadi kiban sa cuci mai kiban yang halung sa jadi alih kamu nih hafto di file itu cinjung saya心了苗行又講埋有嘅，你話費心啊，一數啦佢哋亞分緊冇超了，定有記香港記一換曬，有啲啊呢年就拿過講香港嘅 polisi 啲啦嘛，用分理解嘅啦，有啲基本上出事嘅基本用下換曬，有啲啊呢個好嚟合作啊，啲費啊呢個嘅。心了苗行又講埋有嘅，你話費心啊，一數啦佢哋亞分緊冇超了，定有記香港記一換曬，有啲啊呢年就拿過講香港嘅 polisi 啲啦嘛，用分理解嘅啦，有啲基本上出事嘅基本用下換曬，有啲啊呢個好嚟合作啊，啲費啊呢個嘅。千幾多歲啊？因為姐姐，你家費心了苗行又講埋有嘅，你話費心啊，一數啦佢哋亞分緊冇超了，定有記香港記一換曬，有啲啊呢年就拿過講香港嘅 polisi 啲啦嘛，用分理解嘅啦，有啲基本上出事嘅基本用下換曬。有啲啊呢個好嚟合作啊，啲費啊呢個嘅千幾多歲啊，都3年過年嘅就份落唔見落啊，而家公司講我要8%落閘啊，多年啦，我唔講啊，最冇4年定2年啦嘅，等下睇本計中了，所以佢上幫落了緊，落了唔見出嚟緊個 polisi 跟住講了冇分制用分呢。因為佢要講 polisi 落去啊，要講呢啲家家未將 polisi 講個 polisi 叫咧環境咧嘛，衝我哋過去啊！咁我哋去張份電打，張份嚟講啦，咩咁打我哋係啱嘅。
我明隨息呢件嘢啦，你都要交大杯就最後嘅話，佢個阿花姐講緊，阿花姐喺呢度叫30條啊。而家你就我拿槍啊嚇，現你我拿槍嚇，阿槍你出嚟交第一時間啊槍。加女30條件人哋嘅你咩？你要揀人嚟3本咧，你最後你出嚟拿槍。你咧，你出嚟交第一時間啊！加女結婚8個條本嘢槍，你冇呢埋我拿槍。你講一分鋪咗5出4年的話，你個阿花姐借女啊，佢嗱加13點咧，佢講你個阿花姐大錢啊！你都成日講俾啲啊，冇用嘅，冇人冇借，乜全講冇用。事實我又唔會揀有啥炒，你講香港嘅暴力司嘅現呢暴力司合作啊，作嗌攞案件而騙阿花姐女啊，嚇！個生扯皮皮啊啲唔好再拗了啊！咁冇好騙人了，咁要生溜到了嘛？呀，唔好再細了冇用。咁生扯皮皮啊！香港嘅嘅暴力司嘅現呢暴力司合作啊，作嗌攞案件而講啊，咁咪嗰時大好了啊，容易飛過嚟香港啊。第二咧，咁睇翻你入翻鋪面講啦，阿花姐佢講啊，阿苗下了向埋啲3月啊，向埋啲3月咧，佢冇向我佢講啊。日本佢向加3月啊，佢講，看佢要幾多向佢講啊，加埋晒生肉度啊，又係嗌做你啲點了啊，唔好喺度借了啊，又個目的車啊，同埋人道臉依家識佢出來啊，人道臉啊，佢講喺同學伯佢冚佢湊咧，佢湊人道臉咧，本來湊阿花姐嘅阿妹姐，係咪晒湊位咧湊人道臉識啊同學伯啊，依家識嘅人道臉出嚟啊，啱時錢便宜都成時錢慳過睇啊！你話呃時錢變一時錢要過睇啊！你冇講一時錢過睇啦，一時錢過睇咧睇嚟睇去，你先等到阿花姐你5條啊，嗱一冇必咗啦！你冇時錢，你話家推女本阿槍吞喺度啦，阿槍冇本落嘢啊！一時錢出嚟話，因為咪咧，因為阿槍啊吞喺阿花姐女基本佢咁冇必啊，嗌遲到啊！你話嗌遲到係樣，嗌都講嘛，阿花姐跟問要就嘅時間是啊啲啊！忙一陣嘅時間啊，呀，做嘅時間阿花姐佢嘅目的車啊，可能佢會記住佢。你都三咧騙阿花姐你咧唔好拿嚟做嘅助理單。你講咧香港嘅警察嘅印尼警察合作啊，作嗌落案件啊，得生扯皮皮嘛，呢啲係你拗埋點知嘛？你未少呢麼？你係你拗埋啲係咪晒生啊？嗌翻開格臉半夜堂了。啊不要，你咪晒生，你咪晒講係話，你話本係向加3月啊，冇向啊，定幾向花仔，定幾向加3月佢冇唔向有佢講啊，今下佢講係話，呢一話是2年前講係話人呢啲啊，但邊今下幾多月啊？嚇，2年前啊，1年365日間，今下係1年600日啊，1年365日間。cái là ngay chào là 7-8 日bây giờ à 2 年 lang rồi cái boy à cái nào phát triển kỹ thuật rồi à nếu mà sao còn hiện nay police các Hong Kong police hợp作啊做ngay lúc案件 片啊發triển rồi à kỳ à Achiang được cái nên 30 條啊mà dia sang thì xe皮皮啊dia冇好便宜啊dia mà sai sang gì都sai hiểu thằng啊hiểu thằng như cái慢慢thằng dia mà sai sang à冇買切間命生冇命生了二堂人冇命生了啊唔係多浪成了嗱。
啊，看嘅名有幾多作用啊？看啊苗下兩嘅名有幾多作用啊？花仔，看啊苗下兩嘅名有幾多作用啊？佢你3日佢冇名啊，花仔，佢3日佢冇名哦。啊，花仔佢女有啲花仔，佢係阿昌我哋近年嘅。苗下兩冇名哦，苗下兩。你3日啊，香港嘅保利斯甲印尼嘅保利斯合作啊，佢冇名了。佢出傳來加3日名哦，苗下兩啊。家係咪騙人花仔女下朋友家？肯去炒啊，肯去拗啊！你別笑事冇家花仔寄8個條啊，家日日8個條寄去阿青係哋嘅人，同埋寄講嘅朋友買8道平啊，家女寄去嘅朋友啊用嘅啦。啊，寄去10年寄，其實隔2年啊，啲借嚟嘅拎出來嘅人啊，啲朋友家，你係講香港啊，啲朋友我近2三講咧，係講香港嚟講咧，你借一嚟嘅拎嚟夾人嚟嚟咧，加西收客錢嘛，你啲又加隨媒體啊，騙女人冇人提出啊，你一嚟嘅拎本人加寄女落去先提出啊，你啲啊，加嚟嘅拎咧，你啲本人加拿女寄一嚟嘅拎，加識叫收客錢啊，你人講啊，你啲加完全提出啊。你話硬啲一印尼嘅政府咧，特別香港政府會提取啊！家女幾為滿意啊，你又會攞啊2本特啊，你女係咪晒基本嘢啊？你揸出嚟啲人咧戰爭幾為去初案件啊，唔做得啊，朋友家你安提取啊！你使屬於老人家收客錢啊，你啲一唔啲咧錢咧2班來列啊，你2出幾一哋嘅零啊，喺香港是唔得話，喺差頭是安嚴重啊，你啲啊！像比如咧，阿青咧借你呢哋嘅人含阿花仔寄女落去啦，呢一貨人哋嘅人咧按定人會噶，加隨錢提噶。因為咧你咧唔低頭每日咧啲錢係垃圾係乾淨咧，寄落一哋嘅人家先按提隨你啲啊。啊呢女係比喻講笑咧，朋友家自家硬夾講笑咧，見下你夾基本嗌到講笑。我意思啊係講呢啲呢東西咧，呢是沙拉啊，唔做得話呢啲啊。啊如果咧你講喺香港嚟講咧，機會滿意啊，呢女你究竟點樣得來啊？你一年都咪無啦啦咪寄200錢落人銀行啊呢啲啊？你唔做得噶朋友家，含到咧硬啲嘅印尼政府啊，特別香港政府係用作到是安危險啊，尤其是呢屬於咁騙人嚟類，係冇嗱幾講嘅屬咩跌到嘅小種種咯，佢要基本係看嚟加牙冠喺度啊，我突然間我本有啥看啊，過嚟幾講嘅屬咩跌到嘅羅普用細貨唔出啊。阿花姐喏冇相關幫嘅啊，加上阿花姐講佢做條路啊，猛啲原來家做條路唔係佢係嘅條家嘅啊，佢騙阿花姐啊，佢係要人嘅店本阿花姐看，特別家店唔係驚啊，頭先我聽13店嘛嘅每間，佢講佢聽嘅條家做緊，阿伯啲家店唔係驚話阿花姐俾佢騙到啊，佢阿花姐講到講佢開店啊，事實佢隔年出工啊，阿家聽啊呢啲啊，特別佢騙阿花姐佢開店啊。啊，過嚟佢騙阿花姐咧，去交店之類啊，佢意思嘅店咧係之內嘅呢啲啊，啊佢講佢冇女學交，意思傳到咧女嚟交店之類啊，過嚟佢阿花姐嘅就要幾10條本嘅啊，解釋用騙來騙去啊呢啲啊，你都講到每日咧朋友家佢都騙阿花姐女，呢隻阿青咧2班人説阿花姐咧都係個台灣阿分鋪人介紹本阿花姐説嚟，你啊你台灣阿分鋪人咧都阿青咧都係佢介紹本阿花姐説嚟，呢係咁講啊。自家妹咧50條嚟條去，家目的係阿花姐手上啊！你啲啊，家目的係阿花姐手上，係冇幾搭冇啱命嘅啦。第一，佢講本人道念女西嗌扛我白，啲啊第一咧嗌到愛門嘅嗌技師扛我白本人道念看，啲啊佢破壞啱命生間，佢講佢喊阿花姐。有台灣嚟隻啊，佢喊阿花姐，喊雞隻阿姐，個台灣嚟佢喊雞隻阿姐，過嚟喊阿花姐，佢3咧都寄6條本人道念西嗌扛我白，係啊，佢3人寄6條本人道念西嗌扛我白間，第一咧你係簽個人道念出來啊，啲啊人道念西嗌扛我白你係隔嗌多浪簽佢出來啊，啲啊因為日本佢女喊佢西滅廢啱命生，第二咧，你講印尼嘅保利斯啊，啲隔香港嘅保利斯合作啊，啲愛作啱苗下2個案件啊，呢啲咧家目的車啊，要日上6定啊，啲影視再講很多幾百倍啊，你幾百倍冇講很多啦，你講你冇偏差，當咪你為假花姐講很樣嘅倍啦，
你冇骗人，你當咪以為假花姐假聽夾人來騙，假花姐講咩杯呐？你講定幾香花仔，定幾香定幾香咪你3月幾冇香了，幾按鐘了，保利斯做幾了，當咪一箱咪以為假花姐講咩杯呐？你跌花姐寄30條本聽第一寄嘅嚟嘅你你見下咧，切家按當位5時講，一朋友家媽計支拜200到5時講，你作聽出嚟，係咪聽112講出嚟？家女2班用聽咧，你都冇講翻出嚟，我跟你講，咩害你單啥？就聽你講咩冇記真咧，花姐咪盡現你咧，你肯定落案件落去啦。我冇騙你，花姐根本200個條咧，佢咁甩8個條送你落案件啦，我跟你講唔下。因為你本來你家女咧，你到去到就嚟忙活嘅除非你曉背你背上天聽，你丟啥啲講位咧冇點兩類嗌到本你累到了嗌本你累到你講香港保利斯嘅印尼保利斯合作作苗下兩落案件嗌企業本你累到你啲你有啥騙你嚟女咧你冇帶名第二咧你含人道臉色扛我白兩年嗌本你累到你騙花仔女記得你騙花仔女係咪花仔叫花仔記女本人道臉啲嗌2年本你累到我要看出嚟嘛你記得你啲人道臉俾你識記出嚟我其實扛我白你看埋晒含嘅埋晒本記女但邊嗌是花仔講花仔講埋年臭跌盡都係記臭，從家村員飛近你同5條到咪你咪本以為係咪花仔見你冇女冇女，你搞村員飛講係冇女人樣，到咪以為係花仔見你到咪大田花仔，你夾叫村員飛夾同5條係冇女學本你夾叫花仔，你夾叫花仔，你夾叫，到咪以為係咪花仔？跟13點咪講你前要女你台灣到咪你村員飛夾你同5條以為係咪花仔見你要呢度咪你咪見以為係咪花仔去見搭幾都咁未騙女係咪搭嚟幾要揾盡嘅冇？要揾花仔冇㗎？家姐騙女家姐騙你嚟女話，你成度搭幾家下講切講不冇辦家未騙女你問家仲然係騙女冇？我遲到很好笑你冇呢度冇女話，冇呢度講冇女冇答應嘅。冇講答應嘅，家要辦盡嘢，拉新家村員飛緊你頭，你本嘅，到咪以為係咪花仔見跟嘢咪叫家老人女叫家老人見只拜200蚊冇講多超時了，超時了你冇講多你聽一聲熱辣你講苗下兩香港保利斯嘅印尼保利斯咩苗下兩落案件花仔你記30條本聽你聽咧你識了女咧你4聽很有苦冇騙你聽你騙花仔女過嚟村員飛記女咧跌撞到花仔頭女家村員飛埋晒介紹要係你聽埋晒介紹俾花仔識要係你見下你推卸責任唔關你事誰人名聲花仔2班認識聽要係你你介紹俾花仔識花仔2班記女本嘅又係你你自己講香港嘅保利斯กับ印尼保利斯合作作嗌落案件唔係講按多仔位你冇得同你啱聽講話要叫音叫梅要讀書嘅人都啲你都晒係咪愛你你咧見之你咧冇認裝嘅鉗潮夾叫你咧係叫豬叫夾鉗潮跟你講豬叫鉗潮